们的烟筒啊。有没有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油吗？哎，有我以为他要上山完了，油拿过来就好油。 BBQ 了。那你心目中的男神是谁？我不敢相信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你眼光怎么这么差？你係乜解？係包菇啊！面烟草，烟草，哦，看好嘞哦。然后嘞，要等下哈，新香料的来的。斌哥，你在人家家参观哦。你有猪啊？你昨天让冠总朋友讲他，猪的哪个部位它好选？都一样好吃啊。那皮好些嘞。好，那全部分音。客家人就是要洗洗。哎，他又上呢。等下他很潮啊。我现在才发现呢。对啊。那你有帮我带胃药吗？有啊。等下今天有讲佛哦。我在讲啦。因为奉贡台呢。該做。要变冠军门第。超冷的。龙峰啊。东风哦，哎，你记得嘞。我们两个笑声好像哦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屬於宣傳向前面就大家好，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。嗨民族。你有發現到啊，越煮越多料理嘅時間，唔但搶呢，越來越啲嘅料理嘅也好好味。其實啦吼，就像人家講嘅，料理就像人生香藥，我打乜嘅調味料，做你自家好好嘅調味。係啊，假使個蒜頭煮長久哦，人生是會富氣咧。都會出好嚟。不過吼，大家吼，特煮嘅來賓吼，特別就本愛啲食到當幸福。冇唔錯，幸福咪係人生當中一定愛嘅其中一個元素。前來分享到嘅咩平生先生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阿斌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就過嚟分享到係青友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誒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仔，佢嘅兩位表姊妹嘅分享到風雲記4連記，歡迎。歡迎。哇，你係集美裝呢？對啊，美裝哦。好，就過嚟看下攬出嚟一片係非常友好嘅組合，呢啲係來自觀音嘅母女檔，翁哥超妹，翁淑蓮。歡迎。哇，睇到阿妹是騙二女咯，咩阿妹會緊張係啊？會咯。你風吹嘅兩位姐姐啊，佢都係幼教老師退休係冇？一聽幼教老師就是最會怪聲音嘅，用乜來怪？用好食嘅東西怪。糖果。不是，不一定糖果好吃的。像高一海，風吹嚟呢類是種人，有推薦嘛？間好高好食好料嘅冇？清湯圓，高鐵那裡啦，高鐵嗰邊哦，青銅園嘅老邊，嘅老邊清站掉，嘅老邊貴太便嘅一個蓮花池，就係你來嘅素材，有很多赤蓮。誒，就係假故鄉啊！年紀呢係年貴係冇？你見唔見做到幾耐嗬？唔看真見啊！蓮花仙子類的。嗰時候一個青銅園呢，2年嘅時間還會有一條街頭藝人啊，都給特別表演咯。係啊，所以談幾條唱歌，今回攬出嚟繞上到來賓幾條係來自觀音，談講咩係一素材愛推薦本大家。嘛，恁平嘅本法園區啊，哦，幾好嘅，幾好啊，幾好噶。係啊，哦，一幾好係藝術品呀，係嘛㗎？藝術品啊，哦，一當係通款醬，很像。哦，唔係，因為佢劇倉啦，佢上到一種幾好嘅軒啊。哦，那地背還有間客家文物館，做得去看看那裡面印象，哇，改變動向，韓國還有個草坪啊，改變動好搞，按到個倫平文化地景園區。唔錯，咁車睇下來小姐也有好高嘅素材，南北來到桃園嘅時間有冇香嘅選擇，唔過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嘴會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菜式嘅調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時就開始咧！這當個呢，中央係紅黃綠燈嗬，啱個呢冇中央嘅牌嘅代表冇中嘅類型嘅食物，冇錯，跟風色係煮出出，青色係配菜，然後風色係調味嘅部分，等下調過嘅剪刀沙條布嘅甜奶煮先來選。好，一組先派3人來猜拳。好，我們要派出誰？剪刀石頭布。好，彩圈。祝蓮娜姐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
哦，先咯，先来我们以沙府这一种什么？哦，等一下我负责黄色4选1，阿英负责呛色，阿这英负责风色。好，我选哪一张？阿英，你平常买乐透有中过吗？没买哪张？很少哪张？很少，有，他有中过乐透。不然你拿起来这样子。他说他中过200万呢。哇！好，来，先后尾后不要换了哈。好，好，来，主食请揭晓。黑马盖，水煮水煮蛋。做虎皮。哦，我在走虎皮啊。对，好来，皮菜黑马干嘞，虎你的最爱。嘿，你要打个幸福冠军啊，最救命哎。好来，马干米头嘞，鱼酱，可以耶，可以耶。这个芋头是不满意是吗要？变成了。鱼香口挺走的，我觉得很好啊，鱼香搭什么不行？我们先去讨论一下好好，了。来，用 Alice 没 set 哈，我们等下就去个现摸本太啊，看到哦，先去 M 店哈。好来，请选择喽。选哪一张？好，你好，是3选1的哦。对好，到底叫你风吹做个料理，主食菜系，风色哦，面虫，面冲走的咯，走的素食之王鹹菜，愛物嘅配菜呢，搶色杉樹，三叔啊，山蔬。叶子啊，哦，好，做物嘅荞梅呢，風色茄子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面冲咯，面炒肉用豆茄汁很好吃哦，啊。可能漸漸也係鋪一鋪未做对啊，的。剪剪那就好走的走的 OK 啦。不，大家唔怕，因為你阿冠吼要出示提上嘅60秒嘅時間嘅派去做呢種，猛超，哎，这關可以用哦。做呢種哦，記得會用哦。好，馬上我今行踢館嘅挑戰。利用组出出来的菜色呢，其實我覺得好像冇講太奇怪的。係啊，慳做啲上上啊。真件，來開下風吹出動嘅係呀嘅油面蟲、山薯、鹹噶呀嘅茄子，哦，有信心嗎？有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看下咱水的阿片吼，2位阿姐有信心嗎？有，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順便好勢，先從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唱開始。莎莎開始，莎莎開始。你下頭有最揚州嘛嘅荞面嘅料理嗎？金沙位嗎？不會啊，還好風少、師傅還好哪在吧？但不贏，還好他們酒量都很好了，對啊，他們都是這邊10杯的。我問錯問題了。這兩沙又，假使又買不會走，怎麼給我 key 到兩片呢？對哦，對不對但問我們拿手是什麼，那就真的也要想很久。哎，錯了，好了，莎莎你傳 key 掉。但茄子 OK 吧？子啦，茄茄子子，太嘎都做的吧？茄子算係凍家鄉的料理耶。對呀，你要通黑嘛？你看山豬切的安油，山豬唔係就會太太咁樣選。沒有，我們要配合我們的面蟲啊。有沒有全部？等一下，這是油嗎？嘿，哎，有有，我以為他要倒山完了完了完了，油拿過來，看油， BBQ 了。這個不要了。你還要落去澆進來，對不起，你怎麼用加因水？為看起來我以為是水，我要通散熟。嘿啊，不要放，你面蟲按用切了，因為我們的全部切丁啊，全部切丁哈，切一堆堆嘿，对，像個山豬蓉的強啊。那一道必要像煮10天素嘞。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哎面蟲不是要用乾煎嗎？嗯，對，就有在冇煎，清楚啊，未要你拿來油泡啊我。覺得不妙，應該用乾煎才對吧？真做對啦，真做對這。樣很多油給都會追油哎。走的按走的，安左的哈一。我們走的了我們把它把它，這樣會對了，那你有沒有煎不會燙哦？我們是給它爆一爆這樣子，爆可是爆一煎一下嘿，哦好，六啥有做阿婆嗎？哎，全部做阿婆嘞全部，做阿婆。那還有想做阿婆那有黑有上哦，幾百歲嘞，嘿，你下退休咧。我懂誒，退休嘞，哦，我有時間線上情景當對人生來講當重要，因為線上係小朋友人生體育界。我覺得啊，幼稚園欣賞很重要，這是 getting 生眼會不會挑食的一個關鍵。啊，錯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因為在幼稚園吃了天，我都會番茄炒蛋，啊，所以 hell 了我就不吃番茄炒蛋。所以我覺得呢，幼稚園係一個對於一個人的健康飲食養成階段最重要的事。那不然這樣，姐姐，我們剩一顆，等下來炒番茄炒蛋。沒有哎，蛋，沒有蛋啊，那改變又啊，那邊是水煮蛋。哎，油好像
有热了。面肠可以放进来那了。九弟有给龙沙个耐心哈，已经动够，我们就来测试他们耐心的底线在哪。好，调皮例如一是吗？直这样，哎，干嘛啦？你想睡觉？你看你们很紧张，不过你看信上，他怎么不动于衷？哎，好，那个人勾一款蓝好，熟练啊这，做嘛该又温又该？老吗？又来哦，哎，淑莲姐她其实真的很孝顺，因为给东做了都天草。我跟你说，我在旁边我看的整整，她先带妈妈跟我妈妈，你先抽下等来看没 Q，她非常贴心哎。淑莲姐，你还做那方面的调啊？我喺空厨上班。你讲飞机该种空厨哦，哇！哎，我超爱吃飞机餐呢。你在空厨上班哦？啊，哦她做人事人事啊，哦，空厨要穿空姐的衣服吗？不是啦。那你有看那个初恋呢？里面也是，他也是在空厨里面上班。哦嘿嘿嘿。啊，对，莫款你们都没其看实有款那吗？个白冰冰宠该挑够甜的。哪个讲？啊对，呀。First love。没有，哎，一定呢，一对流行呢。对。哎，第亲亲啊，唔會錯。哇，姐姐，所以你很喜欢看的日剧啊、韩剧。那你心目中的就是男神，男神是谁？噔噔，小鲜肉啊！我不敢相信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你的眼光怎么这么差？喂，所以你今日让阿妹强下煮俩头菜哈。不过对你来讲应该冇蛮问题。重点是我们的味道。刚刚秋到是茶香，哎，鱼香，魚香，鱼香，本身有煮菜吗？有，所以等一下个鱼香用慢处理的。要炸好咧两，片没吃。要切好咧，嗯，香下炒安尼就做得。哦要不，要听听秋妹姐的看法？好啊，还有上个时间啦，你做嘛给投入啊？肉煮诶，哇！煮哎哎，我跟你说，秀竹位你都超厉害，因为给我老竹位接生哎。对对对，大概数儿存都可以老给他竹位来存了。有问题哦。够啊朋。友就是专门做这个的，我们家是优良养猪场，农委会认证。环境啊哈，环境对，饲养的方法，对用爱饲养。嗯，所以你要还有肉吗？有还有哦。你要发现阿姊那个乱拍那乱風要分開來哈，所以喺亂風底下會用到嗎？哎，哦，像正問下先生講，魚香一地位有冇有沒有按到魚香？吃起來就是有魚的味道了，哦是沒有魚啊。有一個鮮味係啊。哎，冇錯。都得用料。所以你應該衝那辣椒切嗎？媽媽幫我切這個。我昨天切咯。切細細嘅。誒，跟亂拍鋪一下麼？也係50，不用。是50嘛哈。一定要有整批新香料。好，等下我都炖了哈。谁要求救了？來，通關密語兩三會強下講哦。預備備起，廚師天上啊，我搶馬沙嘞，一解。了解哈。好，好來，來。停下嘅看一下哈。你係乜解？很包谷啊。面煙草，煙草，哦，看好嘞哦。講好咧，停下哈，停下哈。新香料的來的。斌哥，你在人家家參觀哦。除非就猛欠哦。欠老公啊！係阿妹教你係哦。來摸高機啊！你們倆沒套好是嗎？哎，又有鴛鴦鍋了。你為什麼不炒在一起？其實你是摩西吧？比較喜歡吃鴛鴦鍋。你小豬啊！你昨天繞冠總盤又攻它，全部弄豬的哪個部位它好選？都一樣好吃啊。你係乜解？很包谷啊。面煙草，煙草，哦，看好嘞哦。講好咧，停下哈，停下哈。新香料的來的。斌哥，你在人家家參觀哦。除非就猛欠哦。好，已經開始。先溜魚來啊，唔好等下咪固體咯哦。你溜魚來。這個是鴛鴦鍋，再次說，他是幼稚園老師，不是幼稚園的廚房。對。而且有些人信上，無論你怎麼容兒，他都不能罵你，要用鼓勵代替責備。所以我們要鼓勵他。我覺得這是一個新式的做法。哎，怎麼個溜起來？因為茄子沒有炒啊。對咧哈。你都有 tomato 海天那一擺盤用的哦。你在那邊擺，他那個口內唔辣哦。唔怕啊。我唔怕哈。點點的，點點。哎，點點的。就米咯咧。這邊才是新香料哈，新香料。哦，來。哦，tomato醬哈。
要崩溃了。哇，你这好像魔术师哦。哦，用落去炒哦，要重了，先去炒香的哦。我们的等下了哦，老师不急不徐到炒炒的时间，反正有重了 tomato 就好。煮好了就下落去送下酱，然后山猪下去，搅的哈。都算，一般水要满啊，白盘哈。好，走。都没有。在幼稚园梦英穷一走阿家啦，小朋友是狂气。通常都是他在赶别人时间，第一次被赶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要注意啊哈。哦，吃米汤吗应？该还真正做穷家嘞，应该冇看到你。老师你要干嘛？啊，撩起来哈。对呀，要排盘的。哦，对，要摆盘哦。还没啦，还没有进来。还有那个这个，哎，拍盘来的哈，那一板拍啊，这个要转一下啊，转一下。老师，公正给呢？你有吃过茄汁吗？墨西哥嘞，好的。墨西哥那茄汁拍哥的啊，番茄炒蛋啊。番茄炒蛋油啦，哎呀按用做爱抹墨西哥。哎，又有鸳鸯锅了。哎，对，为什么？就你为什么不炒在一起？其实你是摩西吧？比较喜欢吃鸳鸯锅。那就这样喽。好吧。好，我们选购一个倒闭耶。好，好吧。所以两下会做，你要厉害，你要补厉害嘞。就是落去冚哦，跟乱风啊落去冚一下，很有嘛个。很面。因为做咧上该炒该金沙坑咯，迄个囡仔。辣椒会不会太多？太多。跟辣椒有冲动吗？唔会了一，点点的，确定哦。这个是8个月的猪。8个月什么部位？你小猪啊！你昨天让观众朋友讲他，全部弄猪的哪个部位它好选？都一样好吃啊。只要是他们家的，只要我们家养的猪都好吃。他一点以为他讲陈明珠，我就吓到了。就香嘛，所以现在猪狗肉吼，啪啪。太香对哦。你最喜欢吃妈妈做的哪个料理嘞？那个炒炒凤梨，凤梨呀，哦，怎么会？好选呢，很好吃哎，当当先卖猪肺来呢，你也冒烟整。该调油吼，调因为油哦。猪肺冻难处理的呀。你看啊，这个还加调油须啲咯，有锅边哦，所以哦，先老板啊。哎，阿妹教你的哦。俺冇教机啊，你们两个没套好是吗？你这个俺冇套好。你做咧切梅汤。除了嘅調油之外，做啲加都有湯麼？一啲啲啦，有沙湯啊，还有文该嘛个东西，係蒜絲係啊，烏醋啊，蛋黄哦，唔知好其實下去，龍鳳啊，龙凤哦，哎，唔記得咧，他們兩個笑聲好像哦。罐頭音效。第一個小上美會穿呢，老师来讲个，你不厉害哦，冇病。好，最後那個蒜絲我加到哦，加咗是差唔多好咧哦，吼。是看哪里？烟草马上了，都算7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支持看下咯。體館內部開美食較針對。兩組優雅倒出來料理，看下編出兩組當有創業菜，相對風趣嘅大家開始試看下哦。那把都凍好些，木頭那個蒜絲好，是從肉都有多一啲啲嘞。那個面蟲呢？雖然講大家有發現到，後來你有把那個茄子再把它沒有混在一起，你會做飯，對方做的食嚟到，就是講它有炒過中料嗰種酸甜的米湯。老師是不喜歡吃，跟我一樣不喜歡吃番茄炒蛋。他媽都會酸酸。哦，會更酸的嘛。酸酸嘿。挺好吃。好食哈，好食的。老熟練做的比較起來，蠻硬的下好選。哎，好吃啊！當然哦，我吃鮮，而且進些的哈。对啊。那我們就來試看，來冷水的一片，用個魚香走出來一個水煮蛋到5冇會呢啲會切到要用小丁，因為哦要用最好食落去哈，所以食到肉，咪食到5凍好食。最棒的地方是改跟亂縫，然後給弄做粉，它有包在一起那種東西片的沙的感覺。對。香港很好食，其實較辣一點啦。哦。係酸甜，全部好食。誒，冇米湯冇姜蓉。我说是对唔起买爱欣赏诶，你去欣賞係嘛啥？我是实践家政毕业的。
哎，招牌扛出来了，有种情绪勒索的感觉。有哦，哪里嘿？嗯，专业出现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台个节目当我表演，我也是表现又好的机会，我也是在情绪勒索评审。哦，等一下就来看下师傅用办来评分咯。金钟流都带师傅牛的评分呢，阿斌师傅抢不分数。好，用皮咱评得到1分，大家来看下阿凤哥抢不分数。球龙很浪，这个2分。阿斌师傅，这么该我们出了什么错？即係呢一片兩種嘅食材主食晒就面窗，撈嘅產出一個會表現有斜斜嘅感覺，所以呢一片後口節目撈嘅面窗見到有斜斜，對冇嘅斜度咧，最主要係口味嘅部分，貴下嘅融合用下會好好，係最主要係嘅面窗嘅部分，冇俾佢見到有叉叉哦，是好可惜嘅。呢片你睇到哦，要善用到咧食材嘅部分，最每佢用咧蛋黃，撈全部嘅醬料，全融合引到向下搭配起來，以後。好，你要放阿凤師傅的公平。哦，我本該難對啊，去上方面凍簡單，是會講佢該龍幫正經畫龍點睛，本佢煮落去嘅梅頭全部都出來咧。亂講係愛出道嘅，係你出來嚇，哦，你凍厲害。還有一陣好是會改改無個破豆嘟嘟吼，紅咗其實凍大上，佢個手料茄子口味正經下簡單做嘅，點是來講吼，佢個茄子嘅個토마토嘅茄紅素冇炒出來，你要炒到底。韓國加個토마토醬嘅，是都是好好啦。好啦，嗰時候呢，睇住噶，唔怕，一踢管踢踢，等下先來是澎湃嘅。今日來看一下阿斌師傅帶來麼個好料，我來到睇下分享咧。師傅出台菜，我哋管地圖呢，你又請到阿斌師傅來變料理咯，菜名係乜嘅？今日嘅菜名喺度就係凍柚絲。哎，哦。你剛剛是不是忘記了？怎麼事呢？對不對？酒是真有心。是面包大哥，對不對？大哥，你真的很有心。簡單的小哥呀，這邊這邊要先切了韭啊、韭菜花，哎，韭菜花，哦，切兩個絲就是絲，哎。那他把到就起餅那樣。冇啦，冇啦。啊，有絲。對啊。還有嘞。就是啊，有心啊，有心啊，真有心啊，哎，哦，真啊，心，你真的很有心。嘿哦，其他咧是配料的部分啊，膏藥啊，順條，哦，咧係可樂果，等下放去放落啲配料哦，有點斜斜那種的感覺。原來順豐嘅包可樂果很大了。嘿嘿嘿。哇，還有一盤哦，跟副盤當過嗰種，那做白人雞嗎？可頌。不是可頌，是垮頌啊。那你教一次，你教一次。垮頌。不夠服啊。垮頌。可頌。對。走在。哎，法國的麵包係嗎？嗯，睇錯。哎，咁我看見可頌又切過咧。你等下剪開來，我炒好啲料哦。爆到地北肚去，哦，誒，爆到地北肚。咁你全皮係鮮眼提渣嘅，係啊，咁係雞絲喎。哇，佢眼提渣嘅絲喎，咁係雞絲也係鵝絲，鵝嘅絲。雞嘅已經脫過啦。哇，雞啊，提渣雞啊！你們知道雞胗是雞的哪個部位嗎？橫膈膜。胃啦。胃啊？沒有，差不多吧。橫膈膜怎麼會是長立體？胃啊。咩啊？胃啦，胃啊，胃啦，雞的胃。好啲你要讓人講，喺社區啲喺話到嘅那個雞胗係哪家鋪唔啲嘛？睾丸。啊？個差唔多。喺今天社區啲係用起到，因為好硬，我要先用佢水煮過，水要染到酒先煮過，後尾你要按硬。喺東校學先嘅，特別係滷味店啊，那個鹽水雞啊，都要聽我點。要你唔敢食嗎？敢食啊，好食啊，好食啊。你聽下口感好唔好？就係切睇。乜嘅口感好唔好？那幾好食咧。好，我全部幫你，全部幫你。大專業。很好食咯。好可怕哦！你知道為什麼交不到女朋友嗎？這是一點一滴累積的。你當會學你有咗鋪會咯，選一個咁好食，很切聽。還有一隻，不會打鬆。客家人就是要惜食，不要丟，全部是不要丟。嘿，這個樣音。我得聽。哎，他又上呢。等下可以炒啊！我現在才發現呢。係啊。
那你有帮我带胃药吗？有啊有啊。我有信哦，冻中就会硬贴嘞。所以做的我们的一百日煮都冻盖啊，冻出效果注意下是做的嘞。好，等下还有扣许潮的哦。牛好来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哦。现在从你了解影响的部分，后面做的剩漂亮牛。嗯。哦，肉要先拿炒香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考你这几个月的。 7个月。你好多哦。那配牛好少。对。但是我发现刚才师傅不加油。以下唔拿油的先爱人来加。 而且毛线入狗嘛，哈，不是入狗。哎，时沙阿姐，你都有用嘅可乐果来入菜吗？唔是咧，其他炒出那个虾松可能，哎，对不对？哎加上就厉害啊！虾松，果然空厨还是知道蛮多的哦。他是人事，坐在一起这样这样。哦，毛怪，哎呀，春天气啊！你们负能量很重。这是我们的回忆。你上台当他，圣拉啦，哎呀，真不啦？要不卡奇卡学哦，哎，台当哦。我係平啲啲油應該會用油好，冇按到油。一般冇按你先炒出來是先加油，才咪加到凍到。哦，咁啦，當加時候咧，做啲油按你食出來油啊，是用幾個油做咧咧。好，誒，嗰條是要唔是經過酒哈？要整個水浸一下，炒個洗一下是做咧咧。上該蒼蠅頭咧，係啊，啊，蒜頭，好，蒜還有米，白白嘅都是乾炒誒。油，佢要用油啊，你加調豉之後，等下還會加調酒嗎？一啲啲咗，哦，就會湯香味。走出來好。香哦，對哦。哦，仲聽啊，下意咧哈，加嘛加，停。去，去，唔這樣太就早我，店度係叫菜係叫最尾表。嘿，因為不要什麼好醬啊，呢啲酒，哦，菜花，啊，住天外用叫菜花嗎？因為叫菜花好斜，你叫菜下熱時間哦，啲水分一出來嘅，佢後面軟起去。哇！哇，這個不用放到croiss送裡面啊，對啊。直接放翻多哎，係啊。一啲嚟調油，好，哦，哇，辣椒不用按豆哦。佢係唔係辣的辣椒的，哦。大辣椒配這個啲咗咧，火關睇裡面咧德國是不用容易，睇下啲做乜嘅火尾先切睇嗎？軟椒，誒，後面果然是空廚人士。空廚，哇漂，亮，你係上映嘅芥蘭夠吧？招牌菜，誒，看棒菜，哎呦，哇，哇！因為食到嫩嫩，係咪唔是加辣椒，混咗 tomato 蛇渣嘅嗰種味做得？你做得啊，是上嘅小番茄咪做得，啲味冇加香菇嗬，冇啊冇啊你以為是寶翠寶啊？煮飯真未做得。甜豆咧，甜豆，甜豆甜，豆多兩片啊，哦好，加這副卡摩夸鬆，佢做得用其他嘅麵包。吐司，是未做得啦，出做得，沒呀，迄個飲下落去發後擺盤要講，哎呦，有沒有？啊等下仲要有點火哦，誒，做得點啦，因為鳳動台呢，誒，開始兩片係冠軍名地哦。超冷的，好咧哦，就是凍油色。按鈕就好食咯。阿炳師傅貼片製造要一個人都手黑真有心，就是真有心。吃落去馬上驗證誰是有心人。好，他現咩雪落去，可能打生印度係有心名人哦。黑啦黑啦黑啦，這可能這可能。哦，唔是用快樂吧？用素作甲夾。哦，大家都按文明哦。嗯，跳甲豆油菜吃米透懂音咪，保的卡送地主呢，有没有吃过有一种主席合并的感觉？有心人就是这样子，香港都吹油菜吃。呢部嘅叫菜花啊、票樹啊，還有鈣片、鈣線炒落去凍用，最尾加上嘅可樂果係畫龍點睛。雖然睇下可能食到嘅係零食，咁加落去口感完全冇形容。啊，介師傅做嘅真勁有心，啊，這檔先斬掉。很香，很好吃。因為一啲嘅料哦，可能阿姨去切個本錢唔啊用炒，加上嘅可能就係冇形容咧，對不對？嗯，
所以好吃的程度1好吃到10分的程度打加地豆腐，我打2分。做得拼的哈。好啦，重要的部分我會交本阿鳳哥老大家講一下。哦，其實兩套菜一層落去炒，如果加上加可頌落去食咯，係好食嚟當好食。咩可頌？誒，可頌，好似冇感覺。好，都咱們拜見到有心，其實講難，咩唔會講真難，咩簡單，咩無按簡單。我有沒有用的呢？一層一層的用心來製作，真正的用心對待料理，按用真係真正的就是真有心。好，大家都不卡咩做的吃都困難咯，馬上進行最北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心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心咯！最北米館兩不考拿出本蛋，行家你風吹真叫我加油誒！也個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記得吃，記得吃，記得吃。請我看。那你做誒？哦，海干兩解做的，真的，要研究誒，嘿。哇，就記得還有要選好落配零個，咖喱零個。好怪老師，人家皮膚濃厚，老師的皮膚超好。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記者省的都要到畢業。你是說你不用化妝，對不對？他說我跟我們化妝，給到小趙公，佢唔是化妝誒。所以你哋皮膚紅好，係完全係素顏呢。他是素顏。大概就是要記得吃啦。記得吃，那零個啊。那這個我帶回去咯。好啊。千萬不應太，因為大家嘅記得吃帶來嘅料理菜名都乜嘅？吉祥意義，吉祥意義，哎，很吉利的一道菜哦。好，依然係按鈕，福星高照了，好，而且最北米館吃起來邊都兩個都提名了，哈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來看一下咱出的一片哦，動厲害。這個是什麼？寒冬瓜，寒冬瓜，他幹媽媽也挺愛的，對不對？這個該不會就是秋梅阿姨來做的？是啊。哇，安妮來讓人小解一下。寒冬瓜拿來曬2-3日，拿來滷啊。2-3日，也係2-3日。3日。哦，我想講哇，你阿媽三顧真緊厲害哦。今日嘅寒冬瓜係加福卡嘅紅梅水，我會做嘅菜，嘅料理嘅名按到乜嘅？寒冬瓜珍珠丸子。我睇你阿珍珠係乜嘅呢？等下好好期待一下最美一款嘅吼，雖然該行得到2分啦，我哋還會3萬掉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致得4分，好不好？好。這麼殘忍啊！好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晒咧，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大家開始哦！我對於我們的記得吃非常的好奇。你看冇講素顏，它素顏呢，它只有眉毛黑紋的。哦，定時。我等下用吞的，我直接吞下去，我直接不吐渣。我們一人一口，給個來。好，來看。太慢就被搶走了。老師，你那個記得吃還有嗎？有，龜乾呢？謝謝，我等下帶回去哦。我正在吞。這個會不會太小？說真的，那邊我去拿給你。好，不用，等下啦哈。連下下口了，基本冇賺性。那罐就連罐子送給你們。哦，那送給我就好了。他們男生不需要。他們是有講冷。男生。他們呢要帥一點啊。對啊，我用啊。我今年好，那給你68歲了。滿68了。你的皮膚真勁濃厚哎。但是他們已經有開始都已經走了，又習慣了哦。這個碗很特別。這個是那個魚漿。魚漿，七甲周威嗎？七甲周威嘿。但是它的顏色師兄就冇強壯哦。水條啊，哈。旗魚肉。旗魚肉嘿。旗魚肉。這個做在一起就要樣這樣。哦。魔鬼。愛你暗裝。看天氣啊。你們負能量很重。這是我們的回憶。出來呀！我怎麼這什麼啊？這兩個。你要果凍嘅啊？給它裝太重哦。你這裝全部是甲周威。我要試，我真的要試了，我真的。跟凝固的呢，係麼？我試試看。也不能是按鈕。我試一口醋哦。好，可以直接吃嗎？可以。小口。這個是有，這是濃縮的，也係去挑狗誒。唔該，nail 嘅哈。唔係濃縮，還有該做。全部是甲周威。很好喝。真飲到後生。有沖水嗎？
丸子昨天大可以抢钱。不用。这样子。那你那个金桔皮也会放进去吗？这一边是摆盘的，嘿，那个也很好吃。你六个跟把它记得吃炸出来。哦。嘿你们都是那类走酱料，唔系那类冲水走凉水。哦，嘛做咧做，加点滚水来啉嘛做得。哦那种皮肤的从去安酱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吉星高照，南腔脸，我们连食材的颜色都很福气，哎呀，五行。有没有？都是很亮、很阳光的颜色。吉祥啦，吉祥。对。所以你第一步是就这样哈。冇肉冇咖啡。对，爆多一个凤香蕉哦。哦，那个香凤蕉，蕉地北都还有凤蕉，还有香蕉。还用剑的吗？对，它用剑的。这个是水果胶哦。没。两位阿姐，怎么个想会做幼稚园老师啊？他后告啦，而且小朋友没有那个城府。对，没有城府，没有勾心斗角。鱼蛋孙呐。对，鱼蛋孙。又活泼又可爱，我们可是教什么？我们2个都是幼儿园老师。对哦。你知道还是有例外吗？对啊，现在这遇到这种，他从小就城府很深哦。是啊，难怪今天那个高就。哦，高是没有。我是觉得老师真的很会用鼓励代替责备。没有，孩子真的鼓励中才会成长。好。好，我们等下过多转了。好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哇，200个高牛哦。哦，阿婆做牛也一听好声。哎呀，该下面系讲究珍珠肉然，系啊，个珍珠系珍珠系米，就珍珠丸子啊。所以跟米系糯米啊，系一般的糯米。葱的糯米。珍珠丸子超级好吃的，好久没吃了。珍珠丸子系嘛个，俺们去吃过呢。有啦，你可能因为你妈妈有过。可能走出来应该是。对。珍珠丸子基本上是系用寒冬瓜来做。哦。啊，不是。冇啦，它是鸡啊，豆皮的加寒冬瓜落去。加鸡的秘密武器落去啦，上个在这个做个蔬菜丸啊用因啦。想要自己你吃冻的菜系嘛？冻酱呢，个菜。应该系讲用地北都就干嘛个？寒冬瓜、芹菜、葱，所以没有调味咯。寒冬瓜很咸。请问做嘛珍珠丸子顺丰给抢春有铺底吗？嗨。哦，煮水系么？唔是，拿了炒，用炒的。用炒的啊？系啊。该系嘛个？做凉红菜的呢。对啊，菜顺冬好食的。所以简单嗰种珍珠丸子，佢系用埋个材料嚟做嘅，肉加糯米，就两种。因为哦，地位鸡头咧袂用啲啲个碧琪啦，本一点口感然后。所以我自己就加芹菜。港式料理会做该。啊，你系咁记啊？这个要先浸过水啊，浸酒嘛。哦，浸水哦。你阿风咁记啊？过嘞嘛。好。你要攞做染嘅哈。唔是人太脏怕。又洗깨生拉啦，系啊，生拉，要不卡切卡血哦，太大个，好满足，好大个，你们一般港式料理都好小颗，4颗等于我们的1颗。你看糯米系上米，浸水浸过。哦，全家那一脆哦，嘿，等下会脆。通常都是糯米会裹到全满，还是不一定？没有，它会长大。好，哎，你等下过多转了，好，剩10下去了哈。这个是蛋白，酸质啦，因为刚橘子醋啦，用个冇按钮的哦。这个真的会很好吃，那整碗我可以喝掉哦。有单问题係講，應該係蒜子啊，應該用效果以後，它的酸味會走退嗎？哎呀，这样会落。老师，你这个不能全加哦，全加这会变到果冻了。我说过了，我要煎哦哈。哎，你老给打開哦，很有手嘛。哦，骨肉分离嘞哦。还没有嘛哈。喂，可以干吗？刚刚买东西。你还没改？哦，这样不就分开了吗？不会，它又粘在一起。不会这么厉害。老师说不会就是对，不会。等一下，我们用一点胶水，3秒胶比较快。用完要还到柜子里哦。好的。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，我超爱这个的。真的长大了呢。香菇粉哦，香菇酥粉。会好香的吗？哦，老师什么啊？不需要开一个吧？这样不就分开了吗？不会，它又粘在一起。不会这么厉害。老师说不会就是对，不会。等一下，我们用一点胶水，3秒胶比较快。用完要还到柜子里哦。好的，好。啊，可是我好奇，那你有摆盘，因为给有懂哦，有一个
果冻吗？没果冻，那个果酱鸡，酱，对啊。这个姜还这个啊，你有该东西冰落去的啊？咩？等下拍盘又该有那一份，哦，所以是夏天就不拿到。做该酱料的器皿呐，对对对有冇？有冇？那应该布头嘞，哦，该等下用色，哦用色，摸落去强下哦。这样就用计算条冻旺全部有，这就冇强咯。可能蚕豆嘞哈，等下有勾芡子好嘞嘛。很多做啊，哇！而且老师的手是不是可以转360度？哎呀，我家还没拍见伊那是来呢。对。好，期待等下来看品种喽。好，差不多看起来差不多熟了吧？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！我超爱这个的，真的长大了呢。这个我真的很爱耶。倒水啊！你有放去翕吗？继续翕，再给它蒸啊！再给它蒸一下。有没有姐？你去学当摸耶？用啥？用的摸耶？熟练啊，这形容版又好音，但你来报名比赛又好吗？对啊。所以你要炒菜啊，炒好以后会做乜嘅？铺下背，铺地啊，啊，你要就摆到蛋糕。没有酒了。好。给点车要留酒吧。你有掺酒吗？不是啊，你还水哦，你还水哦。低了，低了。给点车不是掺酒吗？不是哈。唔怕，照几次个复卡的做法，因为主角还系两家。我要吃给点车。好，我们去倒数喽。哦。烟草马上开始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试试看呐，也最杯米馆那部卡米西卡站的呢。俩最杯米馆两家都拿出本的听票 and 风吹，队长要再好好讲一下。里面几个哈，唐贡咖金豆底都会订购，他们家自己种，而且在加拿大种。加拿大。对，这米贵当购跟加拿大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吃的这个是异国料理。睇起来很吃亏呢。韩国嘅白嘅酱哦，冻上法式料理。法式。试看。来。哦。你跟他说。越雪落去吼，冻上嘅臭背人去直接背到加拿大呢。兄弟配讲，地都系做那个鱼浆嘛，非常的软嫩。韩国每一个记得酱吼，很鲜甜，这份呢咱们的。这个是原本泡在醋里面的橘子，也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可以吃。冻好食。现在根本都记得讲很好食。真嘅酸酸甜甜，酸甜，真好食。好吃哦。要给酱呀。哎呀，真的最厉害就是个酱，真的是很厉害的酱。好，我咱水里边很好厉害哦，然后烘冻挂做个进驻然的，给个来吃看。太饱满了吧！好好吃。那刚好还许多工，烘冻瓜吼切个油，切到这要用落去，或是用烧毛，这个哦，满嘴都是烘冻瓜的香味。烘冻瓜真一种音咪，而且这构成一种太料，它太料就抹完后整熟，它这是完全熟透。对啊。冻好食的，冻好食，鹹地好鮮啊！媽媽做嘅鹹冬瓜真好食，我是強靈感。雖然吼有都已經可能會感覺個鹹冬瓜會過鹹，不過一下不很有嗆出來，都在蹦頂強下選，這是專屬媽媽的好味道。我都帶師傅頂好營養版評分呢，給了看哦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要到誒，過100提上10步投錢，風吹冇得到分數哦。而且好啦，我冇夠拉票誒，阿斌哥搶分數。哦，分天來到你啦！好，你下最尾一票，看一下阿鳳哥。有呢？有呀！阿斌哥搶公平。伊個眼前種你係算是啊，你做咧幾隻醬啊了，你做到凍好是個，邊個你上個蒜土啊，了了甜土啊，全掌握的凍好啊，搭配用咧5種的甜梅菜伊來出來，免唔會講哦。嘛個梅頭傾過去，然後梅頭凍貼嘅，那邊效果其實係都已經係有效很多。我是講你來做個珍珠丸子些，譬如講，比如咧用到咧荸薺啊，哦，用到竹筍啊，哦，或者爆竹筍啊，迄個有切切口感的啲東西下嘢哦。所以貴啊，讓咱肉丸子會很好喝。我是講啃出來嘅外加係梅頭，咁咪建議做咧用咧西洋芹菜，哦，其實下會很好食。其實少一個切土的啲東西。好，阿鳳哥你公平。哦，其實人對真緊凍大蟲，本來袂扔的東西，啊，不過是
撼动甲又冰程度咧，全部是落去，全部是咸的。红的其实讲吼，去甲鱼浆的东西有啊，是鲜的东西哈鲜，啊又搭配去甲果醋落去食，冻好食。好，我们讲呢，太甲富雄高丽，因为丽姐姐后面没有做过珍珠丸子，没有，那你要回去看我们节目学蓝队做，蓝队耶姐姐某是周沟要给记得吃嘛哈。一起去加拿大。那个配方我们再传给你，所以皮肤边按讲，好，马上去了颁奖喽。好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而且呢，四个姐姐来到我哋节目当中，叫下来分享好料理，成绩已經出來嘅，2歲都係得到2分，都係第一名。先來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嘅加菜券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咱出嚟一片咪係大挑名，2500塊嘅加菜券，恭喜！太開心了，好。先來問看啊，你嘅風言節來老太家講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心得好冇？非常的感謝了的節目一家之主哦，第一次學習啊，第一擺學習啊，我到是的阿姊哈，聽人哋笑，唔做嘛該吹兩好咧，唔對用呢個節目按好哦，不按掉用啥就後來學習助吹，我那搞幼兒園橋冇助吹啊，怎麼出聲音？你要不然心我要幹單位，不然你宋天熙哦，講哦，真嘅，池蓮姐，志妍老師哈，你這個跟我華語沒關係，下一拜來參加個行動用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因為我想說這個是客家莊啊，所以我就選擇橘子來入菜，大家吃了就覺得很開心，蘋果也平安嘿，橘子大吉大利啊，大家平安，祝大家大吉大利，平平安安。哇！但是谁恭喜恭喜，汉一拜过来了，人家乐台下一次回来台湾的时候邀他来节目比赛。好，做得。好，風水做得愛用逆轉勝哦，真嘅唔簡單。不過行行唔簡單嘅係兩片嘅秀梅阿姨。今日吼，讓人莫要強下來吼，愛用係體質白涼茶強下上天時嘛。係啊。你看淑蓮很用心哦，創造不一樣的人生回憶。最末要參加淑蓮阿姐吼，分享下今日參加比賽嘅感想。我家合法講了唔好，唔怕講放你。謝謝大家讓我可以來參加這個一家之主的節目，讓我跟我媽媽80了，可以創造很好的回憶。那我覺得這個回憶是真的非常的美好，然後以後可以一直回味這樣子，我真的非常感恩。挺感動。青島年呢都喺呢節目當中哦，因為一個1年都當然甜用睇嚟好嘅回憶。故上呢分享睇住啊，向下來都喺呢個節目當中，咩唔是講啥，唔是講排泄，向下來創作屬於你人生輕重要嘅回憶咯。係啊，人生吼，唔單止係讀書，可能行出來看很好多嘅世界。譬如講，就會做啲參加一家之主嘅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向下來都要特別分享，讓不卡後面是創造你自家嘅回憶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